星期日又有馬跑啦，上星期日臨尾兩場取消咗，星期三打風又冇馬跑，好耐冇見我個拍檔啦，交俾佢講下賽馬新聞，交晒俾你啦，浩然。隔咗成個禮拜冇馬跑，有關上個賽馬日嘅消息都變咗舊聞啦。上星期日嘅第9場變咗今次嘅第9場啦。上次第9場開跑之前揾咗潘頓、布文、巴道視察場地，點解淨係得呢3個騎師呢？其他騎師冇意見㗎咩？起碼都問下田泰安啦，佢實最清楚外檔跑道嘅情況㗎嘛。星期日睇下金鑽貴人喺日本跑短途馬錦標表現如何啦。同場又會見到莫雷拉，真係唔明點解佢離開咗，都仲成日見到有佢份騎嘅賽事。講下聽日考眼光選擇，3場6號快樂老窩，4場10號火神神樂。之前幾次考眼光選擇都咁差，唔怪得我後面個 banner 有嗰5個字啦。今次賽馬新聞講到呢度，交翻俾喺錄影廠嘅 Raz。唔該晒，請記住本台並不鼓勵任何賭博行為。本節目內容所提及的馬匹、騎師或練馬師等名字，純粹係資料性提供或考眼光用途。下次賽馬節目時間再見，拜拜。